用台语学汉语第5集，弄清楚了吗？我们来弄一下。弄，说文解字讲是将强持弱，强就是两只手，看小团体就真清楚，意思是算完也。两只手算弱啊，就讲弄，就讲完。完是形声字，将弱完声，这咱已经真熟啊。弄将弱将二手，无声符，由两个字组合成一个新的意思的新字。这类的字叫会字字。完就是弄，弄就是完，绝对是高级语录啊。后世发展出虚弄等有侮辱的意思等等。弄清楚，按照字义就是玩清楚、算清楚咯。这句原本要表达的是毋是理清楚？理清楚台语安怎讲？弄清楚，第1集学的弄理也。做这个节目，我才学到原来弄这字台语真常用。都是就是拢是。若是学教育部的硬写做拢是，是毋是规组害了了？安怎弄清楚呢？因为昨昏感受到教育部的危害，比我想的严重太济，特别做这集来干桥。转来这集的重点，现代中文是简化的汉语，莫讲人错误，讲简化。入声字完全消失，就是一大部分的简化。亲像弄清楚，照音照意思，应该写做弄清楚。这类的简化真侪，譬如屁股，股是大腿，公是手臂，真有帮助的大神讲是肱骨之神。屁股应该写做屁股，屁就是骨，共义连词。臭屁，屁是臭的，无毋对，但是凭啥物呢？凭有才调，凭有理的，屁有理的，所以是臭屁，安尼写。这类的字感觉真好耍，加讲几字。毛毛雨，毛甲雨无关系，应该写做蒙蒙啊雨，湿湿啊雨。艳阳高照，艳是色彩鲜艳，火真艳。讲日头，讲火真美，真艳，爱用艳阳高照。日头赤呀呀，安尼写。满山跑，满山走，是无？第1，满满音不对。第2，山是要安怎满呢？满空虚字典讲是片呀，规片山走，是毋是着满山走？毋免甲山底满。亲像宽，台语转论做宽，宽宽是读宽，共款满转论做满，满山走。的这个韵妙，慢慢来体会。转来讲弄，弄下面是两只手的意思。弄，世间有这字吗？有人用3只手算玉仔吗？为虾米古早人有迄个智慧，袂去做这种字？台湾教育部会去创这款变种怪字呢？弄，字韵讲是急的，车相弄，安尼写。中文习惯的怎呢？直讲册，读东，将手动声，安尼是毋是愈来愈了解？毋是将某某声，这个方法失效，是用毋着字。学教育部，你一世人拢学袂晓将某某声。